我们这个全部第一志愿，全部四种都系你全部第一志愿。本来我们也是这样组合的。又也声音唔好哦。哦，双人徐。哦。我是徐太太，你是徐先生。今天你要嫁给我。刚才是告白吗？可以当妈的啦，还嫁。哎，比你面好冲呢，哎，都在打天发嘞。喂，爸爸，配合你啊。请不要玩食物这样。请不要玩民主。天哪！你哦。这样又饱啊！他们都是靠脸吃饭的。做嘛客家人酒量暗好，因为我们要塞扑出啊，每都会做扑出。你有去扑出来，所以一定会先练酒量。你们刚刚耳朵又打开吗？有啦。尬掉吗？干嘛改？你哈密用不安降安风哦。我嘛唔定呢，我卖多笔就安尼呢。基本上姐姐都说，哎，两片水贵的哈密佬拿出来，就这样吗？那个是天差无？应该讲啥？无人啊，现在是用我潘虹家下就用我孙红的啦。哦，孙红的啦，唔系落去剪的啦，没剪，不要装可爱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系民族，我系壮白跳。今日过来到你没有那个三板鸭哦。係啊。老太茶講到，其實三板鴨呢，一年四季呢都有好東西都要特別產出。比如講太茶一天第一呢呀吼，一個新年份的時節有一個油桐花，喺啲啊，它最對時係乜嘅？絕對是水梨的啦。係啦。6月份到8月份呢，係三板的水梨全國有名嘅。韓國呢，沙灘下來馬上到12月到1月份的話，又有柑橘。啊，你意思係過年政府又有東西好食去出的。對。係啊，不過唔單止就山河水果果子之外啊，個三飯最有名還有古道。古道最有名的是什麼？一個骨頭當空，你才會看到雪玲啊在山鋪啦。骨頭，而且姓劉哦。好啦，正經嘅講嘅錯哦，送賣來嘅時節，很多鄉親都介紹嘛個骨頭嘛，個骨頭都有補缺呢。等一下張落看下佢乜嘢裏邊有少幾嘛個新嘅好嘅景點啦，喺家來分享哦。先來介紹到安尼嘅評審先生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阿牛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大家分享到係林傳志林師傅。大家好。當叫魔來了哦。哦，真的2個多月。對啊，來分享到今日嘅參賽者，風吹呢係兩表姊妹嘅，有一個之前有來過哦，分享到秋梅之郎嘅김치。歡迎，老朋友哦。歡迎，大家好。你睇下係咪秋梅純種了？哎呦，好。哦，已經升級嘅純種分享哦。好，稍等下來看一下咱出嚟一片，記得係來自三班嘅表姊妹，老鳳蘭、鐘姊妹。歡迎，大家好。宋靜心。三班呢有個幸運色係水鳳色嗎？係啊，它有風色。對啊，金獎哎！現在我們看呐，風吹嘅兩位姐姐，秋梅姐之前有來過嘛？哈，有。請教一下，有冇有乜個新的景點呀？好些老太家分享一下冇？我介紹三晚來石母祠哈，漏水的時節碰到緊急的事情個阿妹愛喲。所以一個愛是一個媽媽，表示母親愛小孩一個保護神。所以三位婆哈也係清朝的人，也係像現代的保姆，是照顧小孩子，就是一個小孩子的守護神，一個我們三灣太家新人的信仰。三晚的三愛祠，真見哦，像俺屋卡夫嘅咩嘅三愛娘娘，真見睇下客家人當中見到。來拜殺我哋聰明，生年嚟千難土嘅時節。那個意思係咩講？石母祠唔但講是有兩片狀嘅有誒，係啊，就是它是各地就像北港咁樣，一條地方都有。三萬除了有好高嘅素材景點之外，還有串燙，我嚟頭家紹介一下。銅鑼鄉有隻異香味農莊，異香味農莊嘅道地嘅客家菜，客家菜全部都有名。姜絲炒大腸，哎呦，客家菜哦，全部都有名，尤其佢最好食的嘛個拔絲地瓜還真好食啦，最後的甜點哦，哎呦，做隻碗麵 ending，歡迎大家要喊來到銅鑼鄉，那是客家菜，道地嘅客家菜。紹介到眼紅，你該不會就係偷雞樣？我唔係偷雞樣，我係煮菇啊。
哦，放好意思啦，超课，敲，好啊。讲到拔丝地瓜还真运动会是嘞。好，今天有人会煮拔丝地瓜吗？我也只告诉异乡味农庄了。我们看他这样，我们看他，他看过去。你看，才干，民主连下从那个原本的杨枝甘露连下改走嘛，拔丝地瓜。可是甚至不晓得我想吃杨枝甘露，对不对？杨枝甘，他许愿2个月了，对，真的。是要在今年拍完之前喝的。是芒果啊。对，谢谢甚至。他没有，他也表达他也想吃。好了，马上来进行体育馆嘅比赛咯。特色变好菜，两嘴用剪刀塞头部嘅方式，轮等托变上地度嘅食材，撒点爱啲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做出莫强样嘅变化。先来两嘴会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来吃好菜咯。好啦，来到3番呀到 V 唔知讲平常地度，我以为你刚刚讲到嘅铁山。水里的冇？确定不会有拔丝地瓜啦。啊，好了，我们来看一看有冇嘅好食材咯。哦，好，体育行最当个嘅小菌菇，还有成件最好吃的鸡块，小芽菜，还有炒笋，还有甜不辣，还有你要买猪王汤、猪血汤。这个跟这个好朋友对，韭菜，还有盖卵的豆腐。蟹味棒，还有乌龙面。哎呦，看起来今天主食只有一个，竞争有点激烈哦。可是有量饱。可以啦。好啦，马上呢，Andy 先来进行小组讨论过后，大家看一下有冇嘅创意到咧，马上就来小组讨论。有没有什么特别想选的？自己找。做的用那个乌龙面，煮起汤，一个汤做的可以煮个那个面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选乌龙面，就会搭配秀珍菇，还有一些韭菜啊，再一个蟹肉棒。两位姐姐有冇想法？师傅本你参考一下，人家讲的哪么改？乌龙面，乌龙面，做对了，捞韭菜，再拿一个颜色啊。俩可能都创意的份数当唔会按过，你做啲想看一下，这4种唔怕，但是用办会变化一下。乌龙面而煮雪白，也系煮糟诶，做得种碱嘅嘛，做得啊。这种饼，刚还有乜改？條啱未做得餅，大家全部仔哦，全部條啱未做得啦。基本上，因為地度喺講拿到烏龍麵法，其他東西都做用下炒，阿公會同。所以喺講你一開始就養嘅話，順利拿到烏龍麵，會不會就好險？你個冇問問題啦。如果你們2個等一下剪豆下條補就養哦，先搶哪2個？我們先討論這個烏龍麵嗎？烏龍麵可能沒有，因為它只有一個麵食，只有一個主食。小麥子天擺來哈，送麥來有養嗎？有啊，加油，一定冇問題啦。我們集氣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做的那蟹肉棒，做的那秀珍菇哈。唔怕，來時間不難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兩片都已經有想法沒有？馬上先來派出第一棒來猜拳。好，好嘞，小麥子先來。阿姐，你先來，我們的拳已經決定好了，對不對？來起款啦哈，來剪豆上挑布。Yes！ 我們不是要拳頭下去？你忘記了？小麥給想法了吧？我幫你拿烏龍麵，對不對 ？OK。烏龍麵不給拿走嘞。很厲害哈！你知道我先拿快菜，你還講先拿個蟹肉棒，因為呢菜有3樣，有竹筍、挑芽、快菜，等於講你用的線都不會線到菜。你要不要先拿比較容易被拿走的？快菜較難，好唔好？蟹肉棒沒講啊。沒謝謝。還跟完全一樣是不是？沒，我哋下小意思係講哦。2片討論的時間，沒討論什麼做買菜，而是戰術性討論要先拿什麼。哎呀，勇敢殺咯！我想講，你來煮培養菜哈。哦，對啦。來看一下。我愛豆腐。好。來，本兒豆腐。好，嘛嘅。豆芽。好，本挑芽，按姿勢2棒1女哦，然後也是哦哈。來第2棒，請出列，請猜拳。哦，萬子毛呀姐，來先摩拳擦掌一下，摩拳擦掌。剪刀上頭布，耶！我們這次拳頭輸了。葉建志，我拿乜嘅？
韭菜哦。韭菜嘿嘛。快车公嘛噶，超 Q 嗨哦。竹笋，有的吗？甜不辣还是竹笋？竹笋，确定。确定哈。好来，先进来。阿姐，用个啥咯？司马姐，他刚先叹气呢。水掉啦，可能来煮嘛该都做得啦。阿芳嘅糖，全部按不食咧。冇啦。行開嘛嘅。你又痛又豆腐又豆芽，你看冇牛嘅，没有肉呢。好。哦，又，哇，哎，第一次这2个可以结合哦。来。做得啦，冇問題啦，唔怕。一係想唔到就也有創意，所以你要有信心。來，先來問看啦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電到係風吹下射上，看下冷吹的一片嘅上進，有信心嗎？耶！你看，哎，又沒比上過台，係咪？好了，馬上來進下踢館嘅挑戰咯。你还已经懂晒数哎啊，说都懂掉了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这边全部第一志愿，全部第一志愿，也太骄傲了吧！你kimchi全部是老太家傻逼的搞，有什么是意料之外的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对啊，正合我们意。你看，哇，你们傻逼了！啊，你松柏。上天是都准一个有做太阳神嘛？蝙蝠。你上天是讲要这样献祭献斗的嘛？哎呦，有样儿，真的假的？真是。啊，我们雪玲姐的部分，她不眷恋政治。上发配用的咧，点样用？用帮人煮嘞。真白用啊。哎，不听懂嘛？不会啦。应该比较好奇系讲哈，你都有肉面，每肉该蟹肉棒，全部系4条诶，像竹笋啊，用埋凤蟹来煮呢。啊，不是很刚好吗？对呀。但是要煮汤还是煮炒的？炒诶，芥末对不对？故意问我们一些。用炒本来我们也是这样组合的，就这样哦。好，今日就先做，你大家都做来哈。好。莫养太多哦，肚后养之后。師傅了，讓我來煮卡。這是專門哦。先啱樣講，你利用他本來嘅想法係嘛解？出乎意料呀！我選到位了，我不應那得位。自我放棄，不要自我放棄哎。又隻聲音會唔好哦。哦。雙人曲。哦。我係徐太太，你係徐先生。今天你要嫁給我。剛才是告白嗎？可以當媽的啦，還嫁？你們剛剛耳朵又打開嗎？有啊。尬掉嗎？幹嘛改？出乎意料呀！我選到位了，我不應那得位。自我放棄，不要自我放棄，自我姐。你咪做啲掃碼嘅豆腐咪做得啦。高高呆呆，隨時都有啊。做得簽嗎？做得好。他該自我放棄。我哋當簡單做啲掃豆腐啊。應該講糖下兩不亞啫，因為我剛剛私底下就糖到基隆賽的想法，我去到講吼，真係化腐朽為神奇。來講一下應用伴奏呢？我哋吼。豆腐放落去煮一下，煮比較煮半支要叫嘅 QQ 來吼，我係雞塊就加落去。哎呦，你看，因為豆腐肉啊，那個不是阿峰啊，豬峰啊，它都是差不多的口感到太細，所以做黑白雙豆腐，紅白湯啦，真的是有這道湯啦。哦，你可以做個麻辣紅白湯。所以等一下他們有師傅你要有信心，師傅給你提點，這很好做吧？要動，你做啲試看啊，其實差不多，又都有金風就做得已經有金黃了，應該可以的。該便又盤呢？嘿。對 ，anyway，撈手月食材用的多嘛，就是物盡其用嘛。我做撈啲豆腐啦、豬風啦，哈，嗰個乜嘅雞塊啊，我融入到做一頭出來。好。啊，等一下我會做清湯，也會拉加薄芡。要，我要勾芡一點點。好，要下濃芡，又熱聲音會唔好哦。哦，我哋咧，我會他姓什麼你知道嗎？薄芡，我哋咧強問。雙人徐。哦，我係徐太太，你係徐先生。今天你要嫁給我。剛才是告白嗎？可以當媽的啦，還嫁。所以等一下煮湯，那個芡醬。你等下會爆香係嗎？
嘿，爆香以后吃了都给炒死才是好嘞嘛。要炒什么？所以你系两道菜，一道菜的。我做一道哦，一道菜啊。我两个我爆香，我就等下直接让撒上去。撒上蒜头糊糊呢？系啊，跟蒜头会怎么？如果你要放进去煮汤的话，炒过会下香吗？會很軟嗎？你一添土會嚼到痛啲，會就會好。姐姐，你嚟做兩道菜，你下做雞樣哈，你爆香啦，倒落去咁做。來，我覺得可以。撥掉落去。所以你們決定要2道菜還是1道菜？2道沒關係。確定嗎？做1道就好呀。就不用落去下簡單啊。哦，1道多嘛？做1道就好了。其實蒜頭丟進去煮湯沒凍好些的。蒜頭做啲邊個變成蒜酥啊？哦，炒哈，等下就給做羹湯的蒜酥。哇哦，你們煮蒜酥啊，紅隊就算輸了啦哈。我們先去看那邊。是你們煮的。你們煮的。報告2位姐姐，我們的養面凍胎。所以這個是要燜它是嗎？對，燜一下，燜一下。其實烏龍麵哦，對，加扎卵係最好食的。冇啊，冇卵啊，有聞到香味了嗎？冇，該筍香味了。哎，它炒冇筍給它一起煨。一下，這個還很深。冇啊，該筍呢很耐煮型的啊。哦，係哈。給我們的廚師。好，這個哈就讓你還趕緊煮給炒麵給我用。炒板條、炒胡椒粉還是重點。真的，那我就先放口袋，先藏起來。哎，大家不用哎。哦，先挑母的。大家先放一點，不用一點點。你們眼裡懂好暈呢？對啊，暈懂好。涼白的剪豆沙就會都讓呢。有淋。哎，你那個涼爆麵就不用落去了。沒有。其實烏龍麵凍加哈。烏龍麵很快。佢本來是熟嘅。我怕。活的。半期都對嘛？味道什麼？味道嘞。有酥味啊！泥頭嘞。一塊要放，昨天哈。泥頭拉嘛。放。現在要大火快炒，對不對？黑烏骨，還有胡椒粉，還可以。姐姐，佢要長一塊嘅啊？係啊。胡椒粉。胡椒粉來，你講聽就聽哦。你冇講聽啊，就貴罐倒落去哦。好嘞。你們跟雪玲姐果然是同鄉，朋友，好朋友。走得嘞。吃米頭，大家吃一下米頭。各位冇膠原咩？冇膠原咩？咋個吃？沒啊，啲都給有當蟹肉鬼團的呀。好啦，那我們這隊贏了啦。冇問題啦。吃米頭。我覺得如果更完美，加個蝦米香菇。沒有啦。蝦米沒有。蝦鮑魚。哎呦。阿昌呢？這邊再加個酸白菜。你們是要把它這些都要把它加進去。哦。啲涼沙雞係亂講，咩煮湯？因為就係燴。哦。所以你倆會調味嗎？會呀。你要調乜㗎？燜要加鴨，還有乜㗎？還有加乜㗎？哎呀，來加，係嘅落來。胡椒粉芒餅哦。啊？胡椒粉啊？胡椒粉芒餅好，係鹽餅落去，係雞塊好嘛落去。咁我知有冇點點嘅？係啊，點做呢？有冇點出嚟？係啊。嚇到係嘛？咩？認真做，認真講法。哦，做代志啊！你試看下要辣有冇辣？蒜頭可能要早一點嗎？就下就梅啊。唔好係時得攪是做這個。對，咪哈，落個時咧變啲主要味道啦。那就跟蔥花最後一起啊！哎，唔過師傅，這豆腐有冇要控啊？有冇因為控啊？剛才看佢就有動嘅，哦，切開就有動嘅。它能夠水啊？因為幹嘛調鹹呢？哦。那我們就大火。那需要加一點點的醋嗎？哎呦，一點點就好。哎呦，會下火嗎？會嗎？就對了哈，就對了。阿姐，你們剛剛耳朵又打開嗎？有啊，還有燙到。還有尬掉嗎？幹嘛嘅？加醋，還有燙到哈。姐姐你好有效果。幹嘛嘅？你故意的對不對？你講加醋又好什麼？你一層一層加，你有冇這樣爬過甜豆哦？我覺得差不多了。應該會變餅呢。會變餅啊？加到去攪。哦，還好啦，很有湯哈。好了，那我們去倒數哦，抱歉。好。兩個快，一樣好。嘿，加油咯！莫甜豆哦。好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
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来试试看那体育馆能不开咪西卡站到喽。好呀，体育馆内容主动厉害，不管还没拿到第一志愿，非常爱讲随来随到哦。看起来都懂站到，先来试试看那风吹的料理喽。俺弟记得有乌溜面，感觉有加通啊，它有一点点像寿喜烧的那种日式的甜味，确实有一种寿喜烧感觉。而且呢，它全部提供了一个充电，你很用山珍海味啊，那个。又有竹笋嘛，又该有蟹肉棒嘛，对不对？山珍烩面，对，还不会形容。一个乌龙面啊，嘟嘟红，唔会讲煮到挺烂。真紧不简单，非常好选。至于他们全府那州还有第一志愿，个新冠都要感受的嘛。还在至于志愿，就供给大米啊，好了，你也没创意十足啊。嘿呀，你看比黑嘛个就系创意，对不对？来。你好了，感受一下创意的黑白双煞用噶啥咯？这个拿蓝色耶。非常好选。就嘛个几两啥最末辣只抱歉，就已经为到讲，个豆腐咯、猪王哦，都是比较难捏磨的食材，所以它的酱汁可以吸附在上面，食起来有鲜甜的感觉，非常的好选。冇错，而且用一个阿邦的糖呢做一个基底，过落去。前贴落去，我做工像加下有些老蒜头、白糕啊，该讲那个蒜酥，蛮加分的，让它提一点香气起来。组合很创意，都有创意的嘛。蒜米啊，嗰个豆腐融合到，恰恰好安尼。紧紧委望，让这个红队有可能算输。冇啦，因为风水记得好，就是本来都是第一志愿考试考动好，我揽出嚟一片，虽然秀到起跑点，不过后来。唔会输哦，看下师傅运用版来给听哦。马上先来唱起司布，抢本分数。哦，恭喜你傅！接下来看一下林迅杰林师傅抢不分数，林迅杰傅。起司布抢公平。那本家红队其实讲起加竹笋的梅头性加落去时候咧，佢全部甜竹笋的甜味啊，有释放出来。就炒个乌龙面有透，食到就嘟嘟好的口感都好食。但对吼，就是讲吼，应该鸡块切中细块咧，摸食到口感是食到该表皮的粉啦，是正常人来做动吼，是吗？好，来探看一下阿菊师傅。好，两处都懂好食，俺要分两个南腿呢吼，一个蒜头肉饼糕哦，鸡块，一个火候掌握大概懂好哦，一个香味啦，还有个地度个汤头使到新会人呢哦，懂清爽懂好食。那唔过做啲老一叔叔的调料啦，哦，卡就个酱香。啊，凤腿那片呢，我懂好食，哦，有个日式、老料、客式个结合，就有个韭菜啦，还有个日式个风格，还是都嘛懂好食咯，感谢。神木6位师傅嘅公平，呀，体育馆呢算是过了第一关的考验，用速度各得到1分。不过马上来看一下今日起师傅带来嘛个澎湃好料来抢台起价咯。师傅出台菜。起师傅啊，我也已经瞄到那个食材了。先来看一下今日菜名系嘛个？呼叫菜脯呛海虾。好，该重点我听到了，来。海虾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炒虾。啊，炒虾另外一种名字没看到斑节虾。应该不是看到安台的炒虾呢，不可能，这是炒龙虾吧？另外一种名字叫做斑节虾，名叫炒虾。哦，没错的哈。啊，炒虾啊，俩系种系呛，来呛俩酒。要么个酒。这样就介绍完毕了。whisky。哦。哇。从伊在沃卡莫威士忌面做咧用白酒啊、红酒啊做咧做呛的动作。然后菜脯剁油啊，哈。你先做个水桶。洗下，帮佢做啦，这个水盐体有切头加油，大概蒜头咪剁油，啊，你系。哦哟，头丝也是豆油，豆油啊哈。这什么？等下4色胡椒，它有4种颜色的胡椒。哇，好漂亮哦！4色，由红色到绿色，红色到绿色几乎带一点水果的香气，都做点含冇强动。啊，有个黑胡椒到白胡椒，嘅香气都冇强。啊，等下系辣椒、葱姜分开哦。好，杀杀油温呢要下过掉，大概系180、190。啊，用因含芒
哦，我都现在炒了新香料的。啊，用来吃当地系多少度的油？多少度呀？好，我来教你哈。哦，问到重点啦。眼睛看哈。一共几度凸诶？大概170至160、170。哦。哎，冰呀，你面下冲呢？哎，都在打天发嘞。喂，爸爸。我配合你啊。请不要玩食物这样。请不要玩民主。便宜哦。哎。这样就饱啊！他们都是靠脸吃饭的，干嘛他赶紧酒量暗好？因为我们要塞泡菜啊，每都会做泡菜。对，你有这泡菜，不说一天会先练酒量。基本上写做得用较快的啦，对啊，菜脯。我爱看，还要用这种花纹的，给受热下均匀。都做得啦，系啊。啊，做嘛个了掉东西，全部切油油喏。切油从啊，到直接做个避风塘的感觉恐龙，然后从个头型的恐龙的感觉安样的。它跟手臂一样长哎。哦。跟我的脸应该差不多长。哎，冰呀，你面下冲呢？有。哎，都在打天发嘞。喂，爸爸。我配合你啊。对啊，拿来了。来，请不要玩食物这样。请不要玩民主。然后先到去剪开了，去好比较好。哦。哇。啊，夹熟系吗？哎。天。便宜哦。我先变好来干啦。全部都这样就饱啊！他们都是靠脸吃饭的。你们也太有默契了吧！好，来先憋啊！好来。那鱼尾下豆掉系吗？嘿，那个菜脯啊。系啊，不给炒香啦哈。好了，还蛮好，我炒菜片。现在都靠脸吃饭的啊。我听说虾子很快，对不对？哦。我们先到第二现场。来。第二现场。第二场。哎，你讲安个冲走天了。只有一开始我有啦，唔会嘞啦，唔会嘞，转来，因为科学需要又水分呐，又水分。很香哦，这感觉太很香，那个海味哦，然后水又变下薄，然后帮你看一下。因为就先要去开背，去干嘛用丢哈？其实唔会合熟啦，因为这太夸张了。那根本虾供要同台，所以我俺没办法一次炸。我觉得我们连虾可以一起吃下去啊。当然。哦，啊，你还强啊，放去。你该炒不给香气出来。可是博谦最近在减肥，他不能吃。可以减肥要吃2只。那不用了。哎，七师傅，你看老实讲哦，你讲，你看到民主哦，打败款脚本啊，只要看到双人徐都会很兴奋呢。哪会双木林我也很开心啊。可以。下。Ken 皮了，等一下会比比宝宝吗？会有。俺有甚至超唔怕。哎呀，甚至也是靠脸吃饭，而且刚烫头发。好，你要吃诶，你要菜脯诶，先炒香。他会调啊。好。哇！哎，老师我请问，你这虾讲的名是？番茄虾今日做的有番茄虾，老街炒虾拢做得。哦，我来喽。要呛它。拌一下。要呛它。好，你要酒啊。哦，很香哦。有啊。又香。哦，我太师傅炒的。像两套菜应该用那种快速炉就轰。对啊。根本的火还没人抬啦哈。对啦。胡椒4色胡椒，放给好豆对。我今天怎么变那么勤劳？你刚还是只有吃1只哦。不是2只吗？没有，那当工作人员是。那我放回去。玫瑰盐哈。哦，哇！哎，给完全也8副上去嘞。哦呀，全俩葱绿的。哇！莫怪你节目都300按油秒，还搞到上工都是澎湃的。有哈。像俩炒个酒要挥发掉是差不多。挥发哦。我平常冻啊酱呢都等下还能煮出来。哇！那个酱，其实观众朋友哈，大家看的应该做法的，就是假设不看虾贡，仅仅摸安台没摸脚白虾米做得啦。对啦，虾米的话就不行。虾米做唔得啦哈，就走番没动单啦哈。还有炸的这个时间跟温度，这个应该很重要。对啊。好来，呼叫菜脯呛海虾，按钮就好塞喽。
好，先来本师傅一个重赏，好不好？哎，师傅真给厉害耶！又跌破了我们的3关了。来，帮我们高安斗太强，请开动。跌破我们的3弯呐！哎，跌破我们的3弯了。来，哦，真的等我们稍微大家先吸一下那个虾头，哎，哦，这个虾公有拉齐呀，剥的时候才会那么好剥，整个壳肉分离。谢谢，用筷子太文雅了啦。好嫩哦，非常的嫩，超 Q 弹。会散压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要新鲜。重点是炒的料的部分，全部用客家的经典海补啊、海西啊，这个是不能抬价取头高，我们感觉都很远的料理，味道大家很熟悉。个料啊，哦，东乡，因为有那个吹布啊，还有个豆豉啊，这个啊，非常喜欢吃这个配料。哦，超喜欢哦，东乡东好食。用个很好食哦，等下那个料唔会丢脱咯，会留下来，好食啦哈。好食。看到睇起来色都暗也暗香哦，睇起来都不卡地都没做了，吃粥干呐。我发现到客家嘅吹布暗好用哦，做只暗用来做哦。啊，不过呢，条这一毕业，这里也嘅睇下广告后，应该还较有标金的吧哈。用下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心咯！最杯米館嚟講，這裡有嘅太會下過後，一定較有力頭嘅哈。好，先來問看呐，鳳翠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哇，泡菜，你看第二個有沒有？隔3年呢，福卡面從底下有一罐嘛？更簡單係過兩酒吧。而且第二罐有乜嘅充點的嘛？就會先啉脫啦。不說做嘛，客家人酒量暗好，因為我們要塞泡菜啊。每都會做泡菜。你要接泡菜，故所以聽先練酒量。冇咁錯。乜人做嘅？我睇數。啊，數做嘅係嘛？係。幾多年呢？9年做嘅。9年做嘅，先前咧較車。係老車。請問一下，最杯麵帶來菜名係乜嘅？福魚來嘅。哦。因為有福菜關係係嘛？福魚。好，我們先小小賣個關子。好。做家長來了解好嗎？最杯麵館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哦！加油！哦，你談下又諗出嚟一片哦，行下就創意哦。你個見面帶了耶，哎呦，也是客家經典係乜嘅？菜脯館。菜脯館。即家做嘅，而家菜脯館前後用啊。家下老師種嘅嘛要用到哈，係啊，行煙嚟包圍種嘅，全部呢就係落菜脯館。係啊，你看起來真經當好選。係啊，料理嘅層面按到嘛？客味時蔬烘蛋。哇，烘蛋不簡單哦。你看一下兩位哦，今日攬水準備一罐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晒嘅哈，糖起來就當好晒了。好，先來多算一下，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開始了。一片係烘蛋，一片係剛才講福氣來了。對啊，一邊是友情，一邊是愛情。對啊，牛半選呢？如果你們的話，都要。太貪心了，魚與熊掌。我如果真的要選說全台灣料理水平最高，我真的會選3灣。你不覺得嗎？我覺得。他本來想問新竹，他想用選新竹的。新竹美不差啦。新竹美凍喉啦。板橋美不差啦，板橋啦。來。先讓我該旁弄掛牆哈。我們是福氣來的福也是福掛啦。哦，哎。福氣來的福係福掛的福啊！沒這個福菜，你跟他沒默契。福菜 OK， 我比較好奇另一關係乜嘅？偷油，哦，自家有帶偷，自家炸煮油。哇，凍酸的哦。我比較好奇是你要不哦，這個國小3年級了呢，比較大隻呢。還好是啦，它游泳啊，它游泳。對，哎，可是哈，全抹雞鴨做到一個關鍵。不吹拿來的時間，大家可能不是客家人買到的時候，不知道怎麼做，先剝絲，先剝絲這樣子。我家泡菜撈苦瓜這道菜是你們家自己愛用手搖還是本來？福菜加苦瓜很合哎。有嗎？生肉丸啊。但我以為你們的苦瓜也是要乾煸呢。沒，我們要用，因為切到安泡。用冇安腐。
溜溜个汤锅满腹。像今天这么热哈，伯谦，你大家就生吃一条啊。我听说那个海虾也有这种清凉解暑，有吗？你要生吃啊？也可以啊，还有剩。邱梅子吼，佢啊总下天摆节目过后，佢竟变做3版一家自主的代言人。佢啊证件敌度有一红黑，协助大家进行一家之主的封面。那种兴奋剂呢？没有证件发。哦，证件。我想说，他身份证怎么多一栏？对。好，等下过多转来啊哈。哦，你那边有没有变到按点钱哦？萝卜跟这个做位啊，香菇也自己种的啊。冇啦，香菇卖的哦。猪也是自己养的哦。啊，今日按到食材，咩加讲会做烘蛋甜甜。系啊，我就加落去啊。这都按用来吃到做的这叫保中哎。系啊，个包种我未做得呢，咁好心呢。咱个叫香菇冻酱呢。我人讲哦，我香菇系日本的花菇哦。花菇哦。哦，你有现炒过吗？叶条现炒过。我来炒咧。一声音做到来炒哦。好，我等下过多转来哈。哦。可是有香料吼。有香。要出春也豆腐卡是几多摆？我是懂多摆。係會多練習係嗎？我平常沒有食啦。啊。平常這個我看沒有。你動好是苦哦。要是這我給按多用啊山哦，給去甲種誒。哦，要去甲種呀？對啊，去甲種。所以該不會今天早上才摘的吧？昨天啦，昨天摘的，早上那麼早沒有辦法。他還沒起床啊。對，捨不得叫醒他。對。哇，邱梅子也在做家政課。對。跟優廣還比較。對。該不會連辣椒都要擺盤吧？對，你今天有要對誰示愛嗎？他就是有少女心，你知道嗎？不二假是佛啦，台機會出水係嗎？你等下講埋個東西，悄悄話嘅。現在按靜音嗎？係啊。我在下倒地位啦。好，下倒地啊哈。係啦，把用米頭。你還要唔係避咩？做啲講出來啦。你那邊係示範呢？全部都有變呼叫盆啦。這邊是我們的豬油嘛，對不對？對，豬油。哦，你還有別個？以前呀，不然他被你扣分呢。其實應該下海蝦用嘅泡菜未做得，沒做得，梅乾菜沒做得。你蝦米用個按醬按風哦。邊呢？我買到幾多按呢呢？基本上姐姐都說，你要點最貴嘅蝦米攞嚟拿出來。那個chicken cover 你講㗎啥？冇啦，我係平我潘紅家下就平我孫紅嚟啦。哦，孫紅嚟啦，唔係落去煎嚟啦。沒見，不要裝可愛。東鄉，係好穩呢，鄉冇吹落咧。我要東茶飯哦。係啊。兩位啊，這挑白做埋挑路啊。還有那種雙飯啊。哦，你有照炒係嗎？用煨嗎？唔是咧。落去炒的啊。哦，炒已經是差不多咧。差不多了。好。等下挑梅咧，其他挑肉哦。哎。哦。吃蜜頭哦。填一點點糖。好了，我們先過去，差不多了哈。加油。好。哇，澎湃。我們這邊有兩位台師傅，是啊，你蝦米用個按醬按風哦。我唔變呢，我買到幾多按呢？基本上姐姐都說，兩片最貴嘅蝦米攞嚟拿出來，係咪？我講台師傅肯下曉得咯，按樣幫我用吧。係啊，因為等下會讓你收錢。冇啦，我都要時間啊，驚你來唔出啦。係啊，不然今年那邊有冇講海中呢？係啊，喺度講海風嘅咧，喺講海風嘅。本來是講海風。你係打過來係嗎？喺講海風啊。你係哪文言啊？我本來就聊文言啊。雪玲姐是都會講啊。對，雪玲姐也是這樣。還有最重要來了，重要來了。這個溫度跟油。我下落藥落去。啊，個 tomato 做乜㗎？我又俾我冇人，我帶咗俾我潘孫紅嘅。姐姐，你唔是電機下浪帶喎？點解油會多嗎？係。要做得嗎？做得嗎？好。要還要好的還要嗎？還要。好咧，冇咁啊，做得咧。你出口來聊咧？爆種啊！大總理爆種啊！哈。這真緊賣的哦。給大總理爆種了啦。不是啊，你那邊還有誒？我覺得，因為你的靈魂是菜脯啊，所以這個量可能要比卵下多啊，又係。咩比卵下多？咩比卵下多？咩啦？我給等下炒嘅咩？等下炒就另外邊我煎，還要放上面。我煎拍落，我兩得落哈，我煎白蛋哈，就放在上面，這樣子。白蛋。哦，它還要放上面有一層，有點像披薩。那個落去，給全部落去下炒。
从爱到底个做个鱼香烘蛋啦，当白时候不用该酱汁到该料啦，系吗？来哦，重点哦，要洗染的哦，要洗染的哦，系哦，你要平常不去佛，阿英白啊，叫阿英白哈，还咁少安尼哦，阿英哈，哎，师傅，哎，阿英就慢慢哈。哦，这个蛋好吃。我見到幾隻喎。有哦，長泰火店喎嗬。啊，而 tomato 係做咩？係擺攤嘅薯餅，我酸紅用啊。擺攤用嘅啦。唔是擺咩做？等一下，你秋葵是還沒燙？係啊，秋葵上色係嗎？我秋葵落。唔怕，不是餅，唔怕，唔啥。等一下，他的意思說餅落去啦，掉落去啊。我秋葵啊。秋葵我切。你不是還有龍扎卵，還有料？哦，對，那等下我對不對？你等下做啲農業盤呢，都看，做到好咧。你重睇的。哎呀，重睇的啊！要不要先幫忙切一下番茄？好啊。tomato 做得先切。秋葵有餅嗎？要掉到軟地步。師傅你要幫忙？他另外一張表。來，師傅幫你翻哈。好，師傅幫我翻。哇！少安用。係，還有本師傅叫佢啦，佢講。冇你講啊，你好師傅好厲害哦！人要看哦。你固定兩位，主要係因為兩個睇到那個切青塔喎，應該係啥？冇啦，我想講係平我潘紅家下就平我孫紅嘅啦。哦，孫紅嘅啦，唔係落皮煎嘅啦。皮煎嘅，要裝可愛。所以這樣子就差不多了嘛。好，艾麗先來刀身咯，嗬。姜母有群咯。好，煙草馬上來刀身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下最杯米館呢部開米時刻斬掉咯。好，最杯米館呢有兩組呢都拿出來，也係空中名蟲帶下嘅壓箱寶。現在試試看下風吹嘅料理哈。最主要係用誒。福菜呢，度到副瓜時節，佢會轉鹹，越食越甜，佢到最空度烘哦，佢會甘甜，這份好食。參加攞5步誒，5步誒過來比較較齊啊呢，比較鮮甜。對，副瓜聽下種嘅真勁較齊呢。有啦，較齊啊，較齊啊，天雜嘅咩？天雜嘅，很好食吼，又脆。副瓜本身係自家種嘅，所以補充了氣之外。其他的料啊，5步啊，還有個泡菜啊，全部有客家梅，最後在那個醬香味要吃落去拌米，真緊就好食啊！看幾兩沙吃到凍腸里是地嘞，係啊，對不對？但更好吃的來咯，好，這個就是客家紅蛋，來，來，撈菜脯本身是好朋友。就是咬落去之後，除了香之外，還有卡子，然後烤的感覺。金針對味啊，之後同後是這個在熱炒店哦是必點的，算是客家名菜，客家烘蛋。兩套菜真勁非常厲害，你都要加炒料的時節咯，越切用炒，嗰個冇味道的成結咯，用全部加落去麼？兩鑊個啊用炒，甜邊。一樣炒。對。一樣邊，一樣的人立啊。觀眾朋友選唔到，很可惜。等下就要看一下師傅營養班的評分哦。70分，搶本分數。林師傅搶不服輸，有可能。哇，上冇平庸呢。70分。好，啱我本人對真緊動大手，一條拖出來動有創意，做個烘蛋動出來是正確的講哦。喺菜脯到香菇，香梅也感覺啦，冇炒出到嘅香梅。是正常咁樣，咁個做到凍有想法。紅菜其實哦，福菜哦，就係炒去變香，食到最主要會中間有加個嘅5步而落去炒，真緊凍好食。來探看下阿志師傅。我哋本嚟嘅風推呢，佢嘅副瓜處理到凍好，佢就先嚟嘅通過。煮了後呢，就唔會燙那個燙腐，就嘟好，然後就切凍好些。而家香梅呢，福菜啦，煎過炒過，該唔會燙鹹，嘟好凍好些。南推那邊較大種地方係，像其實講嘅，做啲留較多油去標那個菜脯，而家香梅怎會出來？做啲煎嘅方式來做會較好食咯，感謝。一下呢，不管用啊，其實兩組都真勁當斬掉，300人做料理吼。
一家自主认真呢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耶！拍拍手！好，开始真嘅厉害，3万人料理哦，真嘅係品質保證呢。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馮翠第一名得到3000的元嘅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其實我哋啊2位師傅吼，用心良苦啦。英文款今日禮物啊哦，大容量鑄造鈦金鹽不粘鍋，你看蛋牆係你啊，冇嗰個名字啊。謝謝。韓國。謝謝。慢結束哦，還有柚木砧板的3片珠，很澎湃哦！哎，大拜哦，看到嘅禮物拿出來的時間，通常贏家都想變輸家。對，瞬間那個笑容這樣掉。對，好啦，先來我們看啦，第一擺來參加嘅學姐咯，小妹村長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，第二擺。過來參加心得感想好嗎？因為底下苦瓜係盛產季吼，係當地的蔬果係最好嘅，物盡其用。對，如果係用其他不卡嘅東西啊，對，跟你喊你把做的夠超3萬的節目叫下來啊！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做的學姐帶學妹叫下來好嗎？做的學習當道。係啊，唔會緊張哦。很少來到我們節目說不會來，不會緊張的。唔會啊。但有當年都會來，好不好？好。要來3萬就會來哦。好。恭喜楊子生。謝謝。看下今日哦，鳳蘭姐大主廚，今日參加有咩感想呢？今日當歡喜吼，到底來咧，多來學習，嚇啊！下禮拜我做嘅就較好識的話，我攞到第1名來。哇，好，志美姐，來有咩感想？感謝啲製作單位幫我哋有機會來參加，其實我係誤上賊船，因為我攏未人來講㗎，技術講緊係農費係咪你犧牲一家之主？我唔知講搞安排搞到天時拖落六樣啊！係哦，全部連播。係啊，所以我全部準備，我唔知啊，我係啲搞安排，我就會準備，我慶祝今日會第1名。哇，係咪去睇你哦？好，感謝，因為哎呀，機會幫我都參加。哎，我們馬上報名下一集成型的時候。對啊。3萬呢，太子講真係當唔會主菜啦，就像師妹子講誒，嘿，我冇準備就第2名誒。佢講哦，準備落去拍全國客家草牛第1名。係啊。精彩，來到3萬呢，好料嘅都真係10分多。能擺大家來到呢個時節，不管去行鋪頭啊，或者講去食好食傳統，3萬一天一個好蔬菜，等你好好來呀探看哦。係啊，民主今年美就金句啊，真的3萬嘅朋友哦，讓大家跌破3萬。歡迎所有苗栗朋友、3萬朋友給到報名參加比賽哦。歡迎睇起家，跳下來到節目當中來打遊戲，分享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